民众党新任市长候选人高虹安，各位助理会小金库风波直化。今日高虹安国会办公室的真助理亚了进前请疫苗卡，叫办公室主任通知爱甲方扣掉钱，欠去办公室做基金。别个国会助理讲，这个做法真罕你看。如果放在老板个人口袋，这可能真的就是会有把公款变成私用的一个疑虑，所以一般来说都不会这样。都有知影的人讲，高虹安的助理唔若爱甲方扣掉的薪水纳动去，含人正经的休困的时间嘛要刁难。因为我们午休时间到2点，那有1点多的时候他还在睡觉，就助理就会叫起来，老板说怎么可以这个时间在睡觉？我要扣你薪水。另外，若是违反办公室的规定，亲像无洗饮料杯啊，袂给你等本数，地方罚钱，爱入去公积金内底。助理申报加班费时，地讲新品做了无好，防检太时数，可以调工增加工作量，互助理错袂落去，总家己辞掉，来省自遣费。疫苗价、病假、事假等等，也都是依循劳动部的相关规定，员工管理与给薪都是合法合规的。针对助理费的争议，一件一件红标出来，公安定定讲一切拢有合法照规矩来，到底属实啥款，待等检调调查，才当厘清真相。